伏羲氏始画八卦，初具规模，后知圣人。少数推演，志卦记备，列爻佚名。唐虞三代各有演习，分为连山归藏乾坤之意。文网重加纂序，弘以文章，辨其战例，者谓典则。周公少之，详陈论议，博采于言，传谓治教，是经传之意也。上古无文字，制作文物均极简陋。伏羲览河图洛书而后制卦象，是则文字之所识也。虽当时类无文章，有如图画，实则象意之字，由之鸟观世之象形字也。字虽传于鸟观，画实创于伏羲，其象形之字，会意之文，多取一节神志于历代，非创自鸟观也，以记载无史，传说难详，故莫能尽考所自作耳。而易之卦象，则传之最久，故昭昭于人耳目，知谓伏羲氏之创制焉。其后圣人，推其意，弘其用，以为制作之本，典型之由，故由众之。盖历代文物，莫不祖述于易也。易之所作，既因图书，传之天然，有非人为。其推演变化，皆天地自然之序；其运用本末，皆造化自在之责。故非人治之，乃人为民之耳。创之者然，述之者然，少演变化者亦然。以其本末天道，终始运数，有定序，有极则，不得有所异也。故异者，天道所自见，运数所由名，而备于人天象合之教者也。卦象之志，亦本气数之盈虚而定，其多少变异，莫非天地自然之物所合者也。卦序之志，虽各异不同，亦本于气运之往复进止，循环已成，莫非天地常变之道所服者也。卦之有本末内外，即生辰消息之象；爻之有时位变化，天地人鬼之象；易之有天地父母，万物万事之类；战之有吉凶祸福，因果感应之类，皆本于天地固有者也。卦序之有先后天之别，卦用之有主客体用之别，易之有门户高越奇偶正反之名，战之有来去变异从为动静之名，亦皆天道人道固然者也。盖易者，圣人笃天地之序，测日月之度，明人物之情，达神鬼之德，而推其始终本末，生成变化之道，即夫人物事理所宜之类，民夫气数消长，时得迁移。
以合于人生，利为人道，而教民务米者也，义之为道至矣。天之所受，神之所明，圣人从而言之以告人耳。虽天地未有之前，尚在义中，况天地乎？虽天地难知之道，尚可推之，况人物乎？故义者其德显，其道微，其用明，其体不可见，其大无外，其细无内，观其象，可尽其意，通其意，可服于神。虽立人道以始终，而归于天道；虽厌弃数于既往，而急于未来。是以历代圣人，莫不谆焉。论之以阐其经，广之以达其神，分合之以穷其变化，争辩之以明其气数，唯恐人之未能尽其义理，故向外详其辞，经外者其传，辅以图序，参以师规，以教天下后世。其先决民之心，已可见矣。于文周之仪，习之既久，促通其意，不敢复先圣垂教之意，更及其说以彼之书。